现代台语版圣经歌罗西书第1章。我是保罗，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我甲咱的兄弟提摩太，写批予住伫歌罗西的信徒，就是甲基督结连忠信的兄弟姊妹。愿咱的父上帝赐恁恩典甲平安。阮为着恁祈祷的时，不时地感谢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因为有听到恁对基督耶稣有信心，对所有的信徒有疼心。这个拢是用迄个为着恁放伫天顶的愿望做根据。这个愿望当初福音真道传予恁的时，恁已经有听到。这个福音毋但传到恁遐，嘛传到全世界，继续生长结果子，拄甲恁以前听见佮真正认捌上帝的恩典迄时的情形共款。恁有对亲爱的以巴弗学习这个福音，伊甲阮平平做仆人，为着恁做基督忠实的妻佣，嘛有对阮讲起圣神予恁有疼心的事。因为安尼，对听到恁的消息以后，阮有继续地为着恁祈祷，求上帝予恁会当对圣神得到逐款的智慧甲理解，充分明白伊的旨意，言行举止照主所爱，凡事予伊欢喜，佮予恁做逐项好事，结好果子，对上帝的认捌嘛愈加添。愿恁对伊荣耀的权能得到到野的气力，有耐心通忍受一切，佮用欢喜的心感谢天父，因为伊予恁会堪得分享伊为着家己的信徒保留伫光明国度的福气。伊救咱脱离黑暗的权势，甲咱刷入去伊所疼的囝的国度。咱对伊的囝得到救赎，罪得到赦免。基督是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，伊是大囝，比一切受造的较早有。因为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，就是伫天顶甲地上看袂到的，甲看袂到的，灵界坐王位的，甲主政者、统领者甲掌权者，上帝通过伊，也为着伊创造万有。还未有万有以前，伊就存在，万有靠伊连结好势。伊是教会，就是伊的身躯的头。伊是元首，是大囝。上帝予伊成做头一个对世人中格外，通伫万有中成做第一。因为上帝照家己的旨意，将家己完整的特性充满伫伊内面。通过伊的囝，上帝予万有，无论伫天顶还是地上，拢甲伊和好。上帝通过伊的囝伫十字架顶流血死来促成和平。恁有一时甲上帝断绝关系，心思甲伊敌对，做歹代志。毋过现在，上帝已经通过家己的囝肉体的死，予恁甲伊和好，诚侪圣洁、无缺点、无通嫌的祭物献伫伊面前。恁着坚持信仰，坚固徛在，予恁听到福音的时所得到的愿望无动摇。这个福音已经传予天下所有的被造物。我保罗就是这个福音的妻佣。
当我为着恁受苦，感觉真欢喜，因为我肉体的受苦是伫完成基督为着伊的身躯，就是教会受了袂了的苦难。我做教会的妻用，我对上帝领受的任务是为着恁，要将伊的信息完全传开。这个信息是历代以来对人类所隐瞒的奥秘，现在已经对伊的信徒显明。上帝要互因知影，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偌尔丰富佮荣耀。这个奥秘是基督伫恁内面，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盼望。所以，阮对所有人宣扬基督，用逐款的智慧来劝诫佮教示正人，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诚做成熟的人献互上帝。为着这个目的，我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、真力在拍拼。